我依家會學識去睇咗人哋眉頭眼額，聽下我究竟可唔可以出聲講。以前可能咧，我係好怕 dead air。哦，所以係唔係都講咗先？係啦，因為我好怕咧，大家喺一個 dead air 嘅情況係好尷尬，我係會好尷尬，所以我哋已經組織咗家庭，你點解仲要 me time 嘅？就係組織咗家庭先要 me。我唔明啊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宇宙柴夫。我係一彤，我係阿雀。我哋今日嘅話題係 I 人同埋 E 人，因為咧我咧係未去到 E 度好勁嗰啲嚟嘅，我諗係中間偏多少少 E 咯。係啦，咁我會選擇性地同人哋 E 咯。我即係某部分 E 就大部分係 I 咁樣咯。哦，完全估唔到。咁我哋今日咧準備咗一個快問快答嘅 I 人 E 人嘅問題喎。OK。第一題，社交場合中，你更傾向於 A 主動開啟話題，認識新朋友 ；B 先觀察聆聽，熟絡後才開口。其實我未去到主動開口去講一個新話題嘅。我依家會學識去睇咗人哋眉頭眼額，聽下我究竟可唔可以出聲講。以前可能咧，我係好怕 dead air。哦，所以係唔係都講咗先？係啦，因為我好怕咧，大家喺一個 dead air 嘅情況係好尷尬，我係會好尷尬，所以我一定會開口。但係我依家大咗之後咧，我就開始會去聆聽咗人哋，之後我先去開啟個話題。我都係先觀察聆聽先嘅，我就唔會就喂 hello 介紹自己，跟住就開話題。我唔得㗎，即係對我嚟講太進取啦。我即係 I 人同 E 人嘅分別咯。你唔可以有冷場。係啊，我搞唔掂，我會覺得好辛苦咯。我個腦就會不停喺度諗好多話題咁樣。係啊。第二題，獨處時間對你來說是 A 偶爾需要，但太久會無聊；B 充電必備，越多越放鬆。係 A 一定咯，我係唔可以一個人㗎。我有一排咧，直頭係癲到咧，我唔明點解啲人要 me time。我係唔需要，我係咁問，因為我老公係極 I 嗰啲人㗎嘛，跟住佢係需要 me time 到咧，我係要問佢，我唔明點解你要 me time 㗎？我哋已經組織咗家庭，你點解仲要 me time 嘅？就係組織咗家庭先要 me time。我唔明啊！你知唔知我有一排係直頭癲到，我要問人呢個問題咯。我可以一個禮拜唔出街都唔成問題，因為我覺得獨處嘅時間咧就係我叉電嘅時間咯。I 人同 E 人嘅分別咯，我係完全唔需要㗎。如果有獨處嘅時間，我會覺得好空虛咯。空虛症活動。第三題，參加完大型派對後，你通常會 A 精力滿滿，想再續攤；B 累到只想回家躺平。我係 B 啊，依家。以前係可以繼續玩落去，但係依家個人老咗咧，真係需要用我好多嘅能量去完成呢個大型 party 之後，我翻去真係要躺平。係啊，近呢幾年我就全 I 㗎啦，真係我冇去過啲咩什麼大型 party。第四題，結識新朋友時，你更上 A 主動答話，自來熟；B 等對方先開口，怕尷尬。我都係 A 嘅。我呢一題我都係 A 嘅。如果有一個人我好想識嘅，我真係會直接主動走埋去就開話題去講嘢咯。但係咧，我去到嗰啲位咧，我又會反而坐喺度靜靜地觀察先再出聲咯。第五題，遇到問題時，你偏好 A 立刻找人討論找解法；B 先自己靜靜思考清楚。 A 同 B 我都會。我會 B 先，跟住再 A。我會自己揾咗答案先。如果真係揾唔到嘅話咧，我就會抄邊啲專業人士去問嘅。我都會。同
同埋我成日都會覺得我自己一個人去諗咧，未必係最好咯。我都好想聽下人哋嘅見解。因為得一個思想。同埋有好多位我又會棘咗喺度，跟住我就要去問好多嘢，先可以解答到我心中嘅疑難。第六題電話溝通 vs 文字訊息，你更喜歡 A 直接打電話效率高 ，B 文字慢慢回壓力少。我會睇情況咯，係通常係打字嘅。我係極度怕人哋打俾我，因為我覺得你直接打電話俾人，其實你唔知人哋嗰一刻究竟得唔得閒？係啦，忙緊定係點樣？跟住你就打俾我，我係極度怕人哋打俾我。我心諗其實應該咁方便，點解你唔 WhatsApp 我？如果我睇到我咪覆你咯，如果我唔得閒我就唔覆你啦。但係我係偏向中意打文字嘅，因為我覺得有時你唔方便聽錄音嗰陣時，人哋可以睇文字咯。係啦。第七題團隊合作時，你的角色通常是 A 帶動氣氛的協調者 ，B 默默執行的執行者。我兩樣都會，都正常，因為你工作需要，同埋因為你會睇下當時嗰個情況係咪真係我係可以 lead 到成件事咯。如果唔得嘅話，我就會喺默默執行嗰個人。我會首先默默執行，即係都係先觀察先嘅，先至會帶動氣氛做一個協調者咯。第八題做決策時，你更依賴 A 外界意見和實際經驗 ，B 內心理論和個人分析。我真係會睇情況，睇下嗰件事發生係點樣。有啲事情你係真係需要經驗或者經歷，你知道點樣 handle，咁我就用呢個方法咯。我會講解咗自己個建議先咯，聽下人哋嘅意見，得出大家一齊嘅同意嘅結論咁樣。係咯，其實都係會團體先咯。第九題面對衝突時，你傾向 A 當場表達想法，快速解決 ，B 先退一步消化情緒。哇！呢一個問題我係揀 A 嘅，我係揀 B 嘅。係啊，因為我從來都唔會即刻衝出嚟講。你諗下，我喺上堂嗰陣時，我咪突然間咧有一個位咪話我好唔舒服，係都係你幫我講㗎。我嗰刻覺得哇英雄啊咁樣咯。因為我覺得嗰個時勢係非常之緊張㗎啦，你冇可能你唔衝出嚟講。我突然間變咗 I 人，你變咗 E 人。當然你呢個面對衝突，原來你係變咗 I 人咧，好得意啊！我覺得。可能因為我以前經歷太多，所以我而家學識我會沉住我自己道氣咯。我會睇咗當時個情況，我先會再衝出嚟咯。因為實在買過太多次嘢。第十題週末計劃首選是 A 朋友聚會、戶外活動 ，B 宅家追劇、看書、玩遊戲。週末啊，其實對我嚟講，日日都係週末嚟。我都係離不開照顧啲狗啊、煲劇啊、整下呢樣整下嗰樣啊、做下家務啊，好中意自己一個人嘅屋企。你係 I， 但係咧，我想講咧，就係因為我自己，可能我以前咧係好中意出去嘅。你諗下嗰時，我係成日帶啲狗出去周圍去啊咁樣啦。但係咧，我做咗呢份工之後咧，我係寧願喺屋企，因為我見得太多人，同去得太多地方。驚咗。係啊，我係會覺得我真係想靜靜地喺屋企咁樣坐喺度，乜都唔做咁樣躺平。咁就一日咯，我係覺得好舒服。以前係好中意周圍去，依家係我覺得係份工型係。當你份工你都24小時咁樣，係嘛？你24小時，其實你 weekend 真係放一日假咁樣，你都係好想喺屋企躺平。係啊，同埋係好難得有一日假，咁所以一定係躺平。嚟到我哋 MBTI 嘅總結啦，今日就係其實 I 人同埋 E 人喺身心靈路上啦，係點樣去修行嘅咧？我咧就代表 E 人講説話嘅，咁咧我其實學咗身心靈唔係好耐啦，但係我覺得我自己喺修行嗰方面咧，其實我係會用，我好希望用我自己嘅
經歷或者我一啲能量，去令到我身邊嘅人都好開心或者好正面咯。我諗係想將呢一個正能量寶寶係感染我身邊所有嘅人。好好喎。我會想將大家去翻一個正途軌道，同埋開心咯。同埋我成日都會覺得做人開心有一日，唔開心有一日，點解我要揀唔開心咁過先？所以我係好希望每一日都開心咁過。你諗嘢諗得正面啲、開心啲，你成個人生又唔同啲咯。都吸引啲同頻嘅人，係啦，都係會互相幫助啦。係咯。咁你哋 I 人係點咧 I 人咧其實係好中意獨處，同埋唔係好講嘢噶嘛。我哋就中意係咁吸收知識咯，可以運用呢啲知識去幫人咯。可能就算 I 人同埋 E 人啦，都會有壓力噶嘛。我哋遇到壓力嘅時候，都可以做下冥想啦，靜心啦，咁可以幫助自己靜落嚟，壓力就會減少噶啦。其實瑜伽拉下筋啊咁樣，其實你都會令到你自己減壓啲嘅，因為佢瑜伽咧都好講求個呼吸啊，快同慢啊，同埋你點樣去靜心啊，都會有影響。同埋冥想有時佢都會係教你去注意下自己嘅呼吸，即係1、2、3，跟住呼1、2、3咁樣。其實我覺得你個腦一清空咧，你個人就會放鬆落嚟，因為你個腦不停喺度轉咧，其實你都真係需要俾個腦休息下咯。係啊係。因為你過度虛耗自己嘅腦細胞咧，係會掹得自己太緊，會輕機。係啊，所以大家可以真係做多啲冥想同埋靜心。好，今集嘅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咁我哋下一次見，記住 Like and share， subscribe 同埋撳個鐘仔。我哋下一集見。